Hello，大家好，多謝大家收睇日本央行深度解釋。我係節目主持 Clement。喺收睇之前呢，都請大家俾 like、subscribe 同埋 share，多謝大家。今日想同大家分享嘅題目係面對呢一個原油飆升，為何日銀重視經濟，FRB 重視通脹？日銀啦喺3月18至19號嘅議息會議入面啦，一如市場預期，決定啦將呢一個政策利率維持喺0.75% 不變。行長植田和男啦喺記者會上面講到，近期中東局勢惡化，令到日銀原本假設嘅經濟前景實現率略為下降，而相反啦風險就上升咗，亦都強調啦圍繞加息嘅不確定性依然好高。記者會上面，記者會特別關注嘅原油價格急升啦，對貨幣政策嘅影響。整體感覺上啦，植田一方面避免因為自己嘅言論啦，導致呢一個日元貶值，而另一方面啦，語氣又略帶呢一個偏鷹，答問題嗰陣時比較審慎同埋好小心。咁其中有一個比較代表性嘅講法就係啦，政策委員會內部其實偏向重視通脹嘅風險嘅人係比較多啲嘅。但係佢都補充啦，就算經濟增長放緩，只係屬於呢一個暫時性，而且唔會啦明顯影響呢一個潛在通脹。咁加息依然都係有可能嘅。媒體報道啦，好多時其實都將呢一個日銀啦同埋呢一個美國聯儲局 FRB 放埋一齊嚟講，但其實兩者啦本質嘅係唔可以放埋一齊咁樣比較嘅。聯儲局啦就比較重視呢一個通脹，而日銀呢就比較重視呢一個經濟惡化。正如啦，之前有文章都提過啦，日本作為呢一個原油嘅進口國，一旦呢一個油價上升啦，貿易條件指數就會惡化，從而對呢一個經濟啦造成呢一個下行嘅壓力。咁途中啦，我哋可以睇到啦，日本貿易條件同油價基本上係呈呢一個反向嘅關係，油價升啦，貿易條件就會惡化。相反啦。美國啦，自從呢一個頁岩革命之後啦，已經變成呢一個原油同埋石油製品嘅淨出口國。咁即係話啦，當油價上升啦，美國嘅貿易條件反而會改善。途中可以見到啦，直到2020年前後啦，美國同日本一樣，油價升通常都會令到貿易條件惡化。但喺2022至2023年啦，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導致呢個油價急升期間啦，美國嘅貿易條件反而大幅改善。睇美國原油及粗油進口金額可以發現啦，自2020年開始啦，出口已經超過呢一個進口，到2022年下半年之後，淨出口啦更加明顯轉為正數。咁呢一個結構性嘅轉變啦，就係點解而家油價上升嗰陣時，美國貿易條件可以改善嘅原因。所以呢，過去油價升、貿易條件惡化、經濟受壓呢一套嘅邏輯啦，其實已經唔適用於今日嘅美國。美國而家反而更加似呢個產油國，當油價上升啦，經濟可能會受到推升，反而通脹風險啦更加值得關注。咁當然啦，要留意淨出口規模仍然有限。咁而且呢個汽油價格啦上升對消費未必有利，咁所以啦，貿易條件改善係咪真係對經濟有明顯嘅作用啦？依然都係要更加細緻咁樣分析啦。但係至少可以肯定嘅，唔可以用同一個邏輯啦去睇呢一個日本同埋美國。咁因此啦，當呢一個油價急升嗰陣時，聯儲局應該更加重視呢一個通脹風險。咁我哋呢亦都預期啦，政策判斷啦會向呢一個方向會發展嘅。咁補充一下，德國同日本嘅結構其實都幾相似嘅，都係能源進口國。油價上升啦，會令到呢一個貿易條件惡化，對於呢一個經濟造成呢一個下行嘅壓力。圖表顯示咗啦，德國貿易條件指數同油價嘅關係。好，咁講咁耐啦，咁4月會唔會加息呢？咁總括嚟講啦，聯儲局喺油價飆升嗰陣時，會更加重視呢一個通脹風險。咁而日銀呢，更加重視經濟下行嘅風險。根本原因呢，就係貿易條件對油價上升嘅反應唔同。記者會上，植田和男啦多次被問到，咁如果物價上行風險提高，咁會唔會加息？咁佢嘅回應啦，可以解讀為呢一個冇講實質內容。
亦可以理解為啦，隱約暗示4月存在加息嘅可能性。咁事實上呢，隔夜利率調期啦顯示啦，4月加息嘅機會率啦依然大約有60嘅，同記者會前幾乎冇變過。換句説話講啦，4月會唔會加息，其實就要睇翻嚟緊嘅嗰個油價同匯率嘅走勢。OK，咁今日嘅分享差唔多到此為止。喺呢一度再一次都多謝大家對樂天證券嘅支持。如果大家對我哋公司有任何查詢，可以同我哋聯絡。咁記得 subscribe 同埋俾翻個 like 我哋。咁我哋下次再同大家見面。多謝大家，拜拜。